Tasty 全新單元 Tasty 高頓高，我哋請到金仔同大家分享足球心水睇法。Hello， 又係金仔啊！歡迎翻嚟呢集足球世界盃推介節目啊！咁今集推介啲咩呢？就我最中意嘅德國隊啦，推介俾大家。咁自從5月21日德國主帥拿高士文公布咗世界盃出場26人出場名單之後呢，呢份名單就已經喺網上同埋足球界發生劇烈嘅討論喎。咁今集等我金仔帶大家分析下點解呢份名單咁值得討論啦。首先，我哋又睇下德國隊呢幾屆成績先。自從2014年拎到世界盃冠軍之後，2014年啦，就好似進入咗詛咒咁，分別喺2018年同埋2022年世界盃，身為傳統強國嘅德國隊，居然連續2屆都係以小組賽慘遭淘汰啊！咁對於足球嚟講呢，德國足球嚟講簡直係難以置信嘅恥辱。今屆德國隊咧為咗抱住喺世界盃挽回面子嘅決心，實現要重返世界盃列強呢，所以佢就揾咗38歲少帥拿高士文做領隊。咁呢個拿高士文被公認為足球界派得住高普嘅戰術天才，同埋過去執教過德甲、荷芬咸、RB 魯比錫同埋拜仁慕尼黑嘅，佢都係以重金屬逼搶同埋相當靈活嘅臨場調動而聞名嘅。咁佢自從接掌咗德國國家隊帥印之後呢，就會大刀闊斧咁進行改革。咁今次世界盃亦都係佢首次帶領德國國家隊參加世界盃嘅。咁睇下可唔可以證明佢一啲戰術理念喺世界盃嗰度 work 唔 work 啦？咁頭先講過啦，點解呢份名單會咁大迴響呢？就因為出現咗2個名字，一個就紐亞，一個利萊辛尼。首先講咗紐亞先啦，40歲嘅紐亞阿姆臣突然間喺個名單嗰度出現咗，因為佢呢幾十年都係喺德國隊必然嘅鐵膽之一，咁令到好多德國門神呢，即係後邊上嚟有啲門神呢，都得唔到1號門神位置。但係倒翻轉頭，佢2024年突然間宣布咗退役之後呢，咁佢就位置就已經由鮑文嚟頂替啊。咁鮑文嚟講呢，佢都唔係幾失禮啊。所以個國家隊嗰啲國民一聽到哇紐亞呢個名士復出喎，都十分之驚訝。喂，點解要俾紐亞入翻選呢？鮑文又唔係打得差喎。咁睇下今屆德國隊喺紐亞鎮守之下呢，有冇說服你啦？會唔會令到拿高士文揀佢呢？係令到一個實例嘅現象啦。另一個名字就係利萊辛尼。利萊辛尼如果睇開波嘅各位都知啦，佢嘅表現已經係大不如前啦。佢家陣連曼城、連拜仁慕尼黑踢唔到之餘，仲要走到土超踢加拉塔沙雷啊！咁點解會拿高士文會請佢翻嚟呢？因為佢份成績表真係不堪入目㗎。咁點解拿高士文仲請佢入隊呢？呢個決定就睇下阿利萊辛尼可唔可以用表現嚟說服翻大家啦。咁講完啲衰嘢之後呢，我哋講翻啲好嘢啦。係啦，咁德國國家隊大軍名單之中呢，首先我哋講進攻嗰方面，就有2位唔夠24歲嘅天才中場誕生咗喎。咁呢2個天才中場呢，就分別有一位就我哋利物浦嘅維斯啦，另一位又踢緊拜仁慕尼黑嘅穆斯亞啦。呢2位球員呢，雖然你冇睇少佢國家隊嗰度呢，麻麻地嗰啲表現麻麻地，但係翻到國家隊呢，哇，簡直係判若兩人嚟㗎。尤其是維斯啦，佢不停為國家隊入波及助攻。咁之前熱身賽已經有入波啦，咁絕對係德國國家隊嘅勝利關鍵球員之一嚟嘅。另外前鋒方面仲有嚟自阿仙奴嘅夏維斯啦，紐卡素嘅禾特美迪喎。仲有一位拜仁嘅超新星，年僅18歲嘅右翼鋒連納特卡爾。咁點解呢個咁值得關注呢？因為德國隊又可以憑佢前場嘅速度同埋靈活嘅走位，可以殺個對手措手不及喎，都係德國隊未來勝利嘅關鍵希望。另外仲要入選呢，仲有緬恩斯嘅拿迪安亞美尼，佢嘅優點就係防中又打得，攻中又打得喎。咁亞美尼今季喺緬恩斯展現咗極具創造力嘅表現。難聽嚟講，緬恩斯冇咗佢喺中場擔任發電機角色呢，球隊降班都好似啊！唔使講，球隊降班都似啊！就因為佢今季嘅咁亮眼表現呢，咁又令到吸引到阿拿高士文眼球，選佢入埋德國國家隊大軍之一啦。咁講完中前場啦，咁講翻後防啦，後防就由老將金美治領軍啦，配搭咗多蒙特嘅中後衛尼高斯洛達碧克同埋拜仁後衛莊拿芬泰希。呢條防線兼具有身體對抗性之餘呢，仲可以有出色嘅出球技術喎，即係有啲角球啊、死球啊，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憑佢哋身高啊同埋對抗性呢，可以有啲入波啦。咁可以代表咗德國國家隊嘅鋼鐵之盾啦。然之後，德國隊今屆被編咗入小組賽 H 組，佢哋對手分別係厄瓜多爾啦、科特迪亞啦同埋庫拉索。咁除咗美國嘅天氣咁炎熱嘅問題考驗咗德國國家隊之外呢，咁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擺脫咗連續2屆小組賽出局嘅收視紀錄喎？咁究竟拿高士文可以帶領呢支德國隊呢行到幾遠呢？咁不妨睇緊呢條片嘅大家各位球迷可以留言區嗰度留言下，同大家討論一下啦。咁今集就講到咁多啦，多謝晒各位睇到呢度，拜拜啦咁多位。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